嗨，大家好，我是探评术。今天是2025年9月3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 K 字签证。我看最近网上关于 K 字签证的讨论非常火爆，连胡锡进老师都已经下场了胡锡进老师，我看了一下他对 K 字签证的这个评论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都是刚刚好，恰到好处无论是他出台的时机，还是力度，还是这个目的，还是措施，那都是恰恰好，刚刚好。那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 K 字签证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人有这么大的意见？大家先看段视频。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推出 K 字签证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为促进中外青年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中方决定在普通签证的类别下增设青年科技人才签证及 K 字签证。该决定将自10月1日起试行。根据有关部门此前的介绍，相较于现有的12类普通签证， K 字签证将会在入境的次数、有效期、停留期方面为持证人提供更多便利。持证人入境以后，可以从事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以及创业、商务等活动。根据这个官方的说法，那这个 K 字签证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咱们在这个12类普通签证基础上，再增加一个 K 字签证。这个 K 字签证说的也很明白主要是发给谁呢？发给境内外知名高校或者是科研机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学科领域或专业毕业并获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或者在上述机构从事相关专业教育科研工作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这就是说，这个 K 字签证的发放对象，这个也就是常言所说的这个叫 STEM 人才， STEM 领域的专业人士。这个因为官方目前报道的都是一些大面上的，还没有详细的一些细则，但是可以看出他说的是青年专业人士，也就是对你的专业，对你所从事的领域、年龄那是有要求的。你比如说，你是从事艺术研究，你是从事这个文艺文化活动的、社科类的，那恐怕都不在这个领域也就是你是拿不到这个 K 字签证的。我是按照官方这个字面意思第二个什么呢？拿了 K 字签证的，它不是工作签证因为我们知道咱们的工作签证是在那个12类普通签证那个叫什么 Z 字签证吧，那个早就发了，就是国外的人拿着那个 Z 字签证可以到中国来工作。还有一类叫高技术人才吧，叫专家人才 R 字签证，R 打头的那个签证是国际上知名的专家，你可以持有那个签证。那这次这个 K 字签证和 R 签证好像是一样，也就是他那个一签就是5年就是你能来5年，5年之后你还有180天的什么续签然后就是1年多次往返什么都可以。但是跟那个工作签证又不一样， Z 字签证我们还是说这个 K 字签证。 K 字签证你拿着这个签证不是来上班的，不是来打工的，你是从事研究、科研机构，还有这个叫科研交流、创业、商务等活动。商务就是来谈判或者来合作。因为这个 K 字签证只对年龄和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对吧，和你所从事的事情有要求。但是因为它不是劳动签证，不是工作签证，所以它不需要有什么邀请单位。从这个官方字面意思来看，这个 K 字签证的初衷肯定是好的。你想他这个是把大门打开，让谁进来呢？让那些有一技之长，也就是咱们所谓的硬科技，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要掐尖，就是全世界掐这种高科技人才的尖，让他们到中国来干什么呢？就是吸引他们来不是来跟我们抢工作饭碗的，是为了创造工作饭碗。你看他来创业，对吧？来技术交流、科研交流，来商务活动，那不就是谈判吗？来这个合作吗？他第一个，他不是来抢我们牛马的饭碗；第二个，他为我们的这个硬科技发展来添砖加瓦。大家也要想象一下这个无论是机器人还是什么人工智能，未来的高科技就是咱们做了很多这种类似于修高速公路，就是基础设施这种工作。你比如说阿里云，阿里投入几千亿要建什么什么网络和这个算力，对吧？国内就在这一块投资非常大。也就是我们简单
单点说啊，这个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啊，你的舞台已经搭好了，或者这个舞台啊正在逐渐完善之中，那就需要有非常厉害的人在这舞台上表演唱戏。那现在呢，光靠国内的这些人在上面唱戏不够，要放眼全球，对吧？把全球最顶尖的人才把他吸引过来，让他在我们搭好的舞台上去唱戏，我们给他提供平台。这个啊，现在在科研方面的这种基础设施，这种建设咱们还是可以的，有很大吸引力。能不能吸引来那是一回事，你把门关上了，那人家当然进不来。所以现在就是把门打开啊。所以说你看啊，初衷是好的。那正好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正好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啊，他对美国的吧，他这种人才流入啊，对吧？美国的签证他是收紧，好像他那个特朗普对那个 H1B 那个什么签证又要提高门槛，也就是美国他在对流入美国的人才在提高门槛。那这个时候作为竞争的吧，你这边把门打开，也就是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啊会流入到中国来，而这些人才来了，不是跟你牛马抢工作岗位，反而是来创造工作岗位，是提高你的硬科技实力的。好了，这就是初衷啊。那对海外的这些青年才俊来说呢，对吧？那他放眼一看，这全世界啊，适合搞这种科技方面的硬科技方面科研的，那美国，对吧？或者西方、中国还有印度，大概就这么一些地方了。那他就是比较啊，你看美国这边门槛提高了，去不了了，那西方甚至加拿大、日本，对吧？也可能去不了。这个各种硬件条件啊，各种条件都具备的大国啊，他打开大门，那有很多人就来创业。中国有市场，对吧？而且随着中国的这个产品啊，它的这个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科研成果很有可能啊走得更远。那对海外的这些青年才俊来说，那肯定有一定的吸引力。我看那个有人说那个印度啊，已经有媒体呼吁印度人呢要重视中国的这个 K 字签证啊，说自己啊掂量掂量到中国去淘金。所以说啊，在我看来啊，这个 K 字签证官方只是没有把细则啊公布出来，这个就是比较模糊的地方。那么它的初衷是好的。如果说啊，我们要反对这个外国人来给我们抢饭碗，动我们的蛋糕，实际上呢，那个 Z 字签证啊，那才是动你的蛋糕呢，那是工作签呢。换种说法啊，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创业，大家不愿意担风险，扛风险能力弱，都把钱往银行存，这个还是韭菜普通人啊，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他也不愿意创业，他也害怕失败，对吧？即便各个地方政府啊有各种创业的优惠什么条件，对吧？大学生创业补贴各种啊，但是没有什么成果，大家去都是骗一下这个补贴，没看见有什么啊让人一亮这些产品，对吧？对这个硬科技的发展好像没有多大力度。那这个时候面向全球的这个青年才俊，对吧？让他们到大国来，对吧？你们有一技之长，你们有这种硬科技，有专利，对吧？或者有这种思路，那你来，这个大家想一想啊，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鲶鱼效应，对吧？好比说，你们这帮人躺平是吧？啊，你们老是抱怨，那行，对吧？我们打开大门，让那些更牛的人啊，就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他们来念经吧，对吧？你们不好好念经啊，有那么一点鲶鱼效应啊。就像那个新能源汽车，对吧？你总是抱怨说补贴的不够，对吧？说市场环境不好，大家不接受，消费者不喜欢等等，各种叫什么抱怨，各种牢骚，反正发展不好都是别人原因。结果把特斯拉一引进，是不是新能源汽车一下就飞起来了？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对吧？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啊搞这个 K 字签证是有它的这个合理性的啊，重要性。那为什么这个 K 字签证既然啊初衷是好的，然后网上大家好像啊反对声音特别大，连胡锡进老师评论呢都小心翼翼。按理来说他应该是雕盘的，对吧？觉得大书特书这个政策就是好。但是我看胡锡进老师他也不敢得罪这个网上这个情绪，我也能理解啊。现在网上对这个 K 字签证啊这个不理解的多，阴阳怪气的多。实际上大家要知道，任何事情它有个背景。现在的这个背景啊，第一个是就业难，我们韭菜太累，牛马也太累，手中的工作保不住，对吧？还有很多人根本就找不到工作，那么多大学生啊，花了多少钱上的大学，对吧？咱们的理工科技人才也不少啊，对吧 ？STEM 领域，但咱们每年要培养多少大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他们混的也不好啊，工作也非常难找啊。即便进了高校，那高校现在竞争多激烈啊，对吧？咱们最近老在介绍，对不对？有很多2本院校，甚至1本院校，甚至双一流学校，那些青年才俊都还得去为了横向课题造假，对吧？自己贷款刷充值，刷这个横向经费来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这个是我们的大背景，对吧？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根本就找不到工作，有工作也面临着裁员。好，在这种背景下，你突然说要放开，要来一帮外国人，要来一些高精尖的人才，那大家当然有意见了，是一种
本能的反应，就像那个人体啊，对吧？有什么人体的排异功能是一样啊。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现在怎么看都是全球啊都有一股那种叫反移民排外这种风潮在涌动吧。无论是从美国，对吧，还是到欧洲，还是到加拿大，还是到日本，大家打开新闻都能看到啊，到处现在都是在排外啊。你比如说加拿大吧，我看现在网上恶搞的，对吧，都是加拿大被印度人占领了，说加拿大的什么河啊，密西西比河是吗？不是密西西比河，就是加拿大那些海滩啊，反正加拿大那些好多河啊，都已经变成印度恒河。看见对吧？各种视频拍的是印度人在那个加拿大海滩上或者恒河那个河里面这个沐浴，大街上也好多那个印度人是吧？游行，网上这种恶搞的视频非常多。你看英国也在游行，反对移民，对吧？要把这些中东来的，对吧？非洲来的全部赶回去。法国好像德国都有，对吧？这个你不能不说它是一个思潮啊。特朗普对吧？上台之前高举什么反移民大旗吧？他虽然反的是非法移民啊，但是总体趋势是反移民。他现在提高那个签证，对吧？这个门槛实际上就是这个思路啊。我看了一下啊，连日本好像都在游行，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游行什么呢？说日本也出了政策啊，类似咱们这个政策，就是要吸引这个印度的科技人才去日本。日本人的意见非常大，所以你看啊，这是不是这两个背景之下，对吧？你贸然提出啊要搞 K 字签证，而且是2025年10月1号就马上就要实行，那在国内啊引起反弹，对吧？舆论上的反弹，这很正常。你再加上啊，很多政策都是这样，初衷是好的，但是经过一执行之后，发现完全变了样。我在想啊，加拿大引进这个印度人，对吧？印度移民，恐怕他们初衷啊也不想这样，对吧？这个印度人来了，把这个加拿大已经变成印度的一部分，对吧？加拿大变成了印度的一个邦，所以他执行下来的结果一定不是他们当初啊想象的那样，或者当初就没考虑到这一点。不是他们改变了这个印度移民，而是太多的印度移民啊改变了加拿大。还有一个啊，由于咱们这边长期受教育，对吧？咱们是几千年来都认定主体文明拥有特殊优越的文化背景，也就是咱们叫文化自信呢。咱们这个动不动教育是吧？咱们是也叫优秀民族。那这咱们这个很多人呢打心眼里看其他国家啊，尤其是印度，对吧？非洲、南美，心里或多或少的感觉那好像要低人一等。那为什么？这恐怕就跟咱们长年累月的这种宣传，一种民族自豪感有关系。就是文化上面咱们自大，但是由于资源又匮乏，对吧？咱们不能否认啊，是吧？咱们这个人均资源占有率那是非常低的，所以导致长期内卷，丛林法则横行啊，就是骨子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种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这种潜意识啊。要么怎么那么多人崇拜黄鹅，崇拜这个鹅爹呢，崇拜迪巴老人呢？这都是文化因素啊，就是这种骨子里面带出来的，对吧？再加上我记得这20年，就是我们受教育的时候啊，那天天宣传的就是人口爆炸，不管咱们人口爆炸啊，全球人口都爆炸，地球只能有60多亿人，过了就不行了，都要饿死人，对吧？这种恐慌心理啊，所以在这种意识里面，就是我们主要是接受这种意识的。那这个时候突然啊说有可能要移民，实际上这个 K 字签证跟移民那不是一码事，但是大家啊公众啊他认为这个差不多，对吧？你现在 K 字签证，那下一步就是移民了，所以大家不理解，大家反对，这很正常。这好比啊，中国男的娶了一个外国女的，对吧？你别管是非洲的还是欧洲的，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或者越南的，大家看了之后的感觉是叫扬我国威。你要是发现这个中国女人嫁个外国男的，那完了，对吧？你要嫁个白人、欧洲人和美国人，那叫崇洋媚外；你要嫁个非洲人、黑人，完了，那你叫作，叫活该，对吧？都是这种文化心理啊。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K 字签证一推出啊，引起反弹，这个也很正常啊。就像当初啊，对吧？各个大学啊都招这个非洲的留学生一样啊，本来初衷也是好的，但是执行后来就走样了，后来引起巨大的反弹，对吧？这个网上又专门去批评黑这些在中国大学留学的这些留学生，对吧？反对这项政策的，为什么呢？其实就是执行的时候走样了，把一件好事啊变成了坏事，变成大家都抵触。所以对这个事情呢啊，我的观点啊，这个 K 字签证关键是在执行，关键在细节。你打开窗户啊，你本来是想吸引这个新鲜空气，当然由于你的一些措施没做好，对吧？你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没进来，苍蝇蚊子全进来了，那你说你这个政策好还是不好？我们看看这个胡一金老师啊，他是怎么评论的？他说 K 签证引起互联网上很多担忧，老胡认为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就设置 K 签证的目的，将如何执行它，对该签证启动后实际效果初步评估，以防止它走向偏差的管控措施等，向公众做一些说明，以安人心，以正视听。胡一金老师这个说的也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胡一金老师的评论呢是两边讨好，他也知道这个网上情绪不好，移民问题是
当今世界最敏感的问题之一。而且从西方国家情况看，这个问题在他们的社会里很容易被政治化。特朗普崛起，意大利梅洛尼政府上台，德国选择党和英国的改革英国党取得成功，重点打的都是反移民潮。日本在不久前参议院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参政党从之前仅1席猛增到赢得15席，靠的也是打反移民牌，也就是全球范围内的一种反移民思潮正在兴起，对吧？这是我刚才说的一个背景。中国不是传统移民国家，历史上几次种族大融合之后，近代以来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种族面貌稳定了下来，即使改革开放之后也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说近年来互联网崛起，少数外国人在华违法犯罪，或者他们有严重违背中国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被曝光出来，每一次都很轰动，聚集起了公众对部分低质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强烈反感。实际上这个是网络的放大效应。说一些大学接收了部分第三世界留学生，并且基于对外关系的考虑，对他们给予一些照顾，这本是中国大外交的一部分。其中有个别留学生行为失德，表现乖张，在互联网上一出现，很容易刺激网上情绪，这是互联网时代很难避免的刷屏效应。客观说他说外国人在中国数量目前很少，在外国出生并实施在本国逗留者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说发达国家里德国最高，占18%，美国其次占15%，日本是3%，中国没有相关统计，但我看到一些估计，这个数字大约是0.1%至0.2%。目前来说，中国的外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短期停留，在华工作，甚至称得上是移民的外国人，可以说少之又少。然而，互联网传播给人的印象并非如此，网上的各种信息描绘着或者暗示了外国人，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外国人正在加速涌入中国，而且情况似乎正在失控。老胡建议国家相关机构和传闻媒体直面网上各种困惑和传闻，有些情况可以用数据说话，把政策条文背后的执行逻辑和要求告诉大家，让公众对外国人来华的情况形成客观全面的了解。胡锦老师说公众的担心和意见都不是凭空而生，政府相关机构理应重视他们，并且与公共共情。老胡相信国家推出 K 签证一定是落实人才战略的一项特殊安排，但是面对公众现实的不解，需要耐心说明沟通，这也是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老胡想提醒，移民问题如果不充分沟通好，打消人们各种疑虑，那么这个问题是由长期发酵隐患的。虽然中国的体制不允许某个政党或组织借移民问题兴风作浪，但如果围绕他的困惑是切实存在，而且绵延不绝，那么他后果会以其他形式冒出来，轻视冲击我们的社会团结。所以对这个问题千万轻视不得。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下这个反对声音最强的恰恰是那些爱国正能量，这个爱国正能量跳得最高。虽然我刚才说了当前大的思潮是反移民，那是因为对吧，各个国家都遇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些政客这个煽动之下是一种应激反应，或者理解成过去这个移民的速度太快，这是一个反噬，这是一个反扑。但是这个趋势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标志，这个趋势是不会发生重大逆转的，也就是各个国家把门关上，谁也别去，这种可能也很难发生。也就是全世界这种大融合大流动这种趋势是谁也阻挡不了的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大的判断，我们应该接受。爱国正能量所最引以为傲的引以自豪的，对吧，这个汉唐盛世大唐帝国，对吧，我们一想到大唐帝国那是什么个场景当时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世界各国的人都在长安，他们到长安干什么？是工作签证还是什么商务签证还是什么签证对吧？我们一说到汉唐盛世，一说到大唐，一定是想到对吧，唐朝的开放包容，全球各地的人跑到唐朝来做生意，还有做官的，对吧？还有文化传播的，你像咱们有好多这种文艺这个文化比如音乐舞蹈，那都是对吧，世界各民族的人各国的人跑到长安，对吧？在唐朝在长安那些王公贵族或者有钱人的这个宴会上面，那表演的都是
是西域，对吧？都是来自外国的这种舞蹈音乐。咱们现在啊，能说得上的舞蹈，能说得上的这个乐器，有点这个朝代的啊，有点这个历史的这个乐器，那都是那个时候从国外引进的。怎么这个时候要体现咱们，对吧？盛世这些爱国正能量反而反对了呢？不能接受了呢？我倒是觉得啊，请进来送出去，这个挺好的。我一直提倡啊，在国内的年轻人，如果你在国内找不到机会，就应该走出去，对吧？我们现在要眼光放在全球去找工作，而不要放在国内。当然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出去的啊，也就是你得有这个条件，对吧？你得有这个心理这个承受能力，应该走出去。那对国家来说呢，对吧？也应该请进来，对吧？这些牛人呢，到了咱们这来，在这儿创业，在这儿干什么？那都是提供机会啊。所以我认为，作为牛马，作为韭菜啊，你根本不用担心什么 K 签证、什么 R 签证、Z 签证，跟我们没有直接联系。就像很多人担心广州的黑人，对吧？据说广州黑人有30万，动不动就拿那个说事。我也不知道广州黑人抢了谁的工作，就广州黑人干的那工作，你干得了吗？你也干不了啊，对吧？人家都是非洲的吧，好像啊，对吧？你知道他们每年要往非洲运多少东西吗？运回去卖，你也做不了，对吧？广州能容纳30万黑人，恰恰说明广东的外贸做得好，外贸啊，对吧？对外贸易。假设有那么一天啊，你如果看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甚至合肥、成都，大街小巷都是那个背着包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那恰恰说明中国的经济啊又发展了一个台阶。那个时候中国是更加开放，对吧？更加包容啊，这是对牛马对韭菜来说那是好事啊。如果再回想历史上啊，咱们已经被改变过很多回了，没什么好担心的。K 签证发多少，怎么发，那个是，对吧？当权者操心的事情，这个跟咱们不相干啊。发100万，对吧？他也担心管不了，到时候失控。发个1万2万的，那跟韭菜有什么关系啊？9月29号，日本多地、北海道、大阪等相继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反对移民政策的游行，是为什么呢？说日本政府宣布计划引进5万名印度技术人才赴日本工作，以填补日本国内 IT、工程等领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大家也知道啊，日本是那个反对移民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吧，所以他引进5万这个印度人，他们就受不了了。但是他这个好像是工作签呢，是去日本这 IT 行业去上班的。所以最后我再说一下啊，这个 K 字签证跟韭菜跟牛马没有直接冲突，有影响也是间接的啊。目前来看，如果操作得当，那好处啊远远大于坏处，对吧？如果这个瞎猫碰着死耗子，你引进一个黄仁勋这样的人才，那你说这个意义有多大，对吧？你再引进一个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你说有多大意义？虽然说啊，这个 K 字签证只要那个 STEM 领域的人才，但是人进来了，思想他也就进来了。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